香蕉被台风吹断了，折断，把那个叶子叶子砍死，叶子砍一砍，你看还可以那个继续长哦，开花，成长那个香蕉，成长香蕉，你看断的地方，只要它不是被割过香蕉了，另外那一颗是割过香蕉，这个还没有割过香蕉。你看。还会再长出新芽。香蕉被折断了，不要把它除死，不要把它整颗挖掉，还会再长出新芽。专家说大概留3、4颗，那个香蕉才会长得丰满了。太多颗那香蕉长不丰满。那这个用台糖有机会。一包140块，以前130块，用台糖有机会了，比较不会伤到根了。你看，还有在继续成长呢，还有在开花呢，有花苞，你看。台风过后来处理的时候还没有花苞，你看那个叶子都砍掉很多了，你看继续在成长呢，会有长出花苞呢。应该找个时间应该要把它扶到那个。浮到那个岸上来，你看，还会继续成长。这个应该让它有个继续成长的那个生机啊。